请评委为1号作品选手打分，请选手代表参加综合素质考试。你好，听普通话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就好。来，咱们一起看一下题板。你可以任意选择啊。7号。7号题，来，我们来看题面。这是一道影视选择题。我们先请导播台播放一段影视作品的片段。这道题的题面是这样的：刚才播放的是电影《你好，多利》的片段，片中表现了一个非常热闹的餐馆舞蹈场面。在我国民间也有类似这种表演形式的舞蹈。请问，这种舞蹈形式是：1. 四川泥鳅吃汤圆舞；2. 云南跳菜舞；3. 海南春米舞，请选择。我选择1号。四川泥鳅吃汤圆舞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。非常遗憾啊，应该是2，应该是2。那我们听一下这个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综合素质评委的点评。有请冯双白评委。真是为你感到有点遗憾。第一个出场，可能精神的压力太大了哈。那个你说的这个四川泥鳅吃汤圆舞啊，实际上啊，它是一种灯舞啊。是4个人表演2条泥鳅，而中间呢1个人玩龙灯那样的灯，好像是汤圆啊，是这么一种舞蹈。真正的答案呢，是云南的跳菜舞。当然了，第一个出场难免精神压力比较大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谢谢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这个综合素质这个考核呢，这才是第1问，咱们接下来还有1问，还有机会啊。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现场即兴表演的题目，叫做“请即兴表演小餐馆迎来大主顾”。注意听题啊，是小餐馆迎来大主顾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音乐。大主顾，大主顾就是那个大佬，不对，就是那个特有钱的那人，就是经常来，完了以后在这儿会花费很多的钱，就是大主顾。明白了。明白了吧？最通俗的解释是最容易懂的。啊，那你是想自己表演呢，还是跟你的伙伴们一起表演？自己来吧。自己来哈，蛮有信心的。自己来吧，压个戏啊！有请你们先这个退场啊，准备。来，预备，请播放音乐。